你認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全國性團體可以如何發揮橋梁嘅作用，向國際社會說好中國同香港嘅真實故事？我哋作為外國嘅團體啦，一直都係關心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發展啦，一直亦都係希望幫助到我哋香港説好我哋中國香港嘅一個故事啦。達成過去入邊啦，亦都係積極參與相關嘅啲工作啦。包括過去啦9月份嘅時候已經係協助政府一齊去支持政府舉辦一個青年發展高峰論壇啦，為着我哋嘅一啲青年發展國際嘅事務啦，作出一啲貢獻嘅。香港啦，除咗要發揮我哋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真正人嘅角色之外啦，其實我哋喺一個國際嘅舞台入邊啦，亦都成日講到一句説話，就係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啦。其實我會從3方面去演繹呢件事嘅。第一方面就係創科嘅發展。近年嚟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創科領域發展啦，突飛猛進啦。我哋喺大灣區入邊亦都係有好多豐富嘅一啲資源，包括有院校啦、有前海啦、南沙啦等等。亦都有好多創科嘅企業，亦都建議政府係可以建立一啲關於技術啦轉移嘅激勵機制，去協助我哋一啲創科嘅企業係能夠同啲高校去合作，去轉化一啲科研嘅項目，使到我哋一啲創科嘅項目係可以推向佢國際嘅。此外，頭先講到啦，青年發展嘅事務方面啦，除咗一啲政府組織嘅一啲高峰論壇之外，亦都我係倡議啦，政府係可以去籌辦同本地團體合辦更加多一啲關於國際青年嘅高峰論壇啦，或者係活動嘅，善用翻我哋喺青年嘅啟德驛站、青年驛站嘅設施啦，吸引更加多國際嘅一啲青年團體、專業人士、青年創業家或者文體類嘅一啲相關嘅團體嚟到香港去作出一交流，打造香港成為一個叫國際青年交流中心嘅一個願景嘅。咁第3方面就關於教育方面啦，其實香港亦都積極咁打造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啦。其實我都建議政府係可以去邀請世界排名先列嘅一啲大學嚟港去辦一啲分校啦，甚或係同我哋本地嘅一啲高校去有個優勢合作啦。舉辦更加多或者籌辦更加多啲國際認證嘅一啲課程，等到香港可以從一個留學嘅目的地轉化成為全球人才嘅一個終身進修地。